就会问啊，啊无问这个字也是个字，啊，所以咧真正国家的历史来。伊讲最多之言不为不得，人是有伊嘅理想，这个条叫新鲜啊。做好做为不讲，该是有意无为，啊，不是不对，有意无问，啊问了后不无领悟，所以你无问也未了解，啊无领悟也了解。所以讲，天有理，啊是有心，哦，啊大家。哦，听看，啊，甚至呢，爱听你去心，啊，但是我现在在听，啊，你就听到啊，这孔子呢，是自己讲的讲，这是不信，他是不干，文艺不能信，不信不能干，是无有呀，哦，咱今仔日未了解是这是上来讲，哦，无讲信你在这样来讲啊。是设计的这个东西如果起来，不是破是坏。咱大家都会出现个问题，是安怎人未了解，咱未了解呢？咱就是好啊，哦，不是破是坏，哦，所以咱讲啊，伫讲伊的过程，我就是安尼行出来，咱了解。哦，我是我是其他30几日40几日，50几日变成70几日。这是中心所有不是屁，哦，哪能现在？哦，本来没嘛，一个啊，哦，我是用我是喜欢的，哦，开始啊，30岁的电子技术，40岁的没关系，啊，到50岁呢，一定要改善，甚至要热单了，你大成品，啊，所以这个呢，还是个。认真来看，啊，也确实面试其实是中心所有，来这个人民了变成何了？哦，这个谈风顺价，啊，所以咱这个了解，哦，伊讲实在讲哦，给互人作者翻译啊，这现在来讲，经常真怪是讲啊，上面所说关在甲英文相关啊，有个大师以一定的考虑讲啊。我是传承不信任的人啊！哦，我是传承不信任的人啊！所讲违规啦，哦，违规不所说的这个评语，我唔敢不所说的，严重的讲，可是经文中说不信是上啊，你上有足，说不信无上啊。现在一切做法，一个国家心拢是无上啊！啊，你上面的作息是上啊，那么这就是甲经文相违背所在啦。所以呢，哦，这个事话对这个问题产生了疑点，哦，来讲，一切哦，先从一切出发，一个佛的心拢是不行，咱人真正。也为了是定了真正真正的自由，是先从一切出发，哦，甲菩提心，哦，拢是伫经典在讲的，这拢是有效的，哦，啊，毋过呢，这个做大师来讲，讲不是啥，讲不是，了解这经文内面呢，咱好让人来想，透过这个先锋。一切出发啊，来甲咱提，啊，来甲咱熏陶，互咱真正进入去经实践内面呢，咱才能了解啊，现在来发生了解啊。是吧？这份经哦，模式天理如今中小不了，讲起来经。比如我以前呢，听这个。比丘尼这个不轻松，哦，读过一遍，这个时阵你读的时阵，你来讲啊，文我是唔啦，但是义我知啊，内面呢这意思我知，啊，所以呢，轻松这个人呢，这个比丘尼来讲，